宋，它反过来就是 IAN， 是长安的英文名。那是长安的文档。这是个密码。对啊，这个和长安上次给我们的那个凯撒电脑转盘一样。开始写啊。这个是凯撒密码没有错，但是长安给我们的这个密码还缺少个特别关键的点。什么？上次长安给我们的密码 CUH20，CUH 后面还粘了一个数字20。如果凯撒密码没有这个位移格数的话，就没有很快的破解办法。长安怎么会不附上数字呢？你想一想，这个是长安什么时候存的？关机的那一天。而且是他关机的前几分钟，他应该是在系统里偷偷运算好，然后传到密码设的电脑里了。你赶快解，看他想告诉我们什么。可是这有数字啊，这应该是个游戏。哎呦天哪，都要关机了还这么调皮，数字1到无限大，那得多少啊？也没有那么难，凯撒密码的位移格数值只有1到25。你想一想，他最喜欢什么数字啊？平常？啊，这可难到我。你要我想平时喜欢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看什么电影，我倒知道。他喜欢什么数字？你从他喜欢的人事物开始着手吗3，一定是3。怎么会没有呢？